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龙岩集团的创办人李世聪，因为脑癌昨早起来过身，享受65岁。李世聪打造着殡葬事业，搁跨界建筑业，成就富比士台湾富豪榜的企业家。伊的集团阁是台湾第一间的殡葬业股票上柜的公司。自从3年前发现家己得到脑癌了后，李世聪就甲事业交予查某囝李凯莉。李凯莉接手了后，嘛相当的霸气，启动一连串的产品的改革。追求最好的这个商场品质的这个硬体跟这个软体的教育训练，正到甲使命事业的点点滴滴讲予人听。殡葬业大脑龙岩集团创办人李世聪，伫咧昨透早离开世间，活到65岁。龙岩集团发声明讲，李世聪安详过身，家属嘛拢陪伴伫咧身躯边。伊一手打造龙岩真无简单。李世聪本正是伫咧做业务的，不过33岁迄年。接3支白沙湾安乐园来做殡葬业了后，1992年成立龙岩人本，嘛讲要打造殡葬业的大集团，那请有名的建筑师安定中雄来设计窗仔布，事业的版图搁做到房地产，将做过来第一间上市的殡葬公司。2003年，伊以8.5亿美金的身价，争取了富比士台湾排行榜第41名的企业家。我们看整体来讲，配息以这一次来看，我算殖利率都有3%左右，所以其实营运一直很稳定。虽望因为事业的性质，股票伫咧投资市场讨论都无悬，不过来看伊的财报数据，龙岩这几年赚的真稳定。李世聪在2020年罹患脑瘤后启动接班作业，将手上市值超过100亿的龙岩股权转让给女儿李凯莉，也宣告龙岩进入下个时代。觉得我爸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领导人物。李凯莉甲位接落来了后，带领龙岩启动转型，推出真济现代化产品。那甲先生带回来董事会，接替小弟董事这个会，佮开除老爸真看重的老员工，展现女党的霸气。李世聪做新的消息公开了后，今日早盘龙岩股价嘛起1点，来到39.9块。虽然李凯莉会安怎延续龙岩帝国，外界拢等你看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